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好重要嘅話題。我哋日常食嘅生果，到底邊啲農藥殘留最多？講真，當我第一次睇到呢啲數據嘅時候，我自己都嚇咗一跳，因為榜單上邊嘅呢啲生果，基本上都係我哋屋企雪櫃入邊嘅常客。不過唔使擔心，今日我唔單止會話你知邊啲生果需要特別留意，仲會教你點樣正確清洗，令你同屋企人食得更加安心。好啦，廢話唔多講，我哋直接入正題。第一位，士多啤梨。冇錯，第一位就係我哋好多人都中意食嘅士多啤梨。係咪好意外？我知好多朋友都好中意食士多啤梨，特別係小朋友見到紅卜卜嘅士多啤梨就行唔喐。但係你知唔知士多啤梨已經連續好幾年喺農藥殘留生果黑名單度排第一？點解士多啤梨嘅農藥咁多？首先，士多啤梨呢樣嘢真係好嬌氣，佢生得好矮，個果實基本上都貼住地面，所以好容易惹蟲，又容易生病。你諗下，啲蟲由泥土爬出嚟，第一時間就遇到士多啤梨，點會唔食啊？其次，士多啤梨表面坑坑洼洼，上面仲有啲細細粒嘅籽同埋啲絨毛，農藥一噴上去，就好似轉咗入啲蠟隙入邊，點洗都洗唔乾淨。而且士多啤梨皮好薄，唔似橙、香蕉有厚厚嘅皮保護，所以農藥更加容易滲入果肉入邊。有檢測發現，一粒士多啤梨上面可以驗出10幾種唔同嘅農藥，10幾種農藥喺一粒士多啤梨度，呢個真係唔係講笑。咁我哋仲可唔可以食士多啤梨？當然可以食，最緊要識洗。我教你幾招。第一招，買翻嚟嘅士多啤梨，先唔好急住摘走個蒂，帶住啲葉，用流動嘅水沖洗至少半分鐘。點解要帶住葉？因為摘咗葉之後，農藥就更加容易由個窿位入到士多啤梨入邊。第二招，用梳打粉水浸一浸，準備一盆清水加一細匙梳打粉，將士多啤梨放入去浸5到10分鐘，然後再用清水沖乾淨。梳打粉係鹼性嘅，可以幫手分解一啲農藥。第三招，有條件嘅話，盡量買有機士多啤梨，雖然貴少少，但係真係乾淨好多。特別係俾細路仔食嘅時候，我覺得呢啲錢使得過。第四招，食本地當造嘅士多啤梨。反季節嘅士多啤梨通常用嘅藥更多，而且營養價值都冇咁高。第二位，蘋果。俗語有話，一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但前提係個蘋果要乾乾淨淨先得。蘋果排第2位，可能好多人都估唔到。始終蘋果咁常見，我哋由細食到大，感覺應該幾安全噶嘛。蘋果點解農藥殘留多？其實道理好簡單，你去生果檔睇下就知。而家啲人買蘋果都中意揀啲又紅又靚，表面滑嘟嘟，一粒斑點都冇噶。但係你知唔知，蘋果樹要生出咁完美嘅果實，背後要打幾多次農藥？由開花到結果，蘋果要經歷幾個月。呢段時間會有各種蟲嚟啃，各種病菌嚟侵襲。紅蜘蛛、食心蟲、蘋果斑點病多到數唔晒。果農為咗令蘋果生得靚，往往要定期噴藥，有時1個月要噴好幾次。而且蘋果表面通常有層蠟，呢層蠟唔單止令蘋果睇落更加靚，仲會鎖住農藥，令佢唔容易洗得甩。點食蘋果更加安全？我嘅建議係削皮。我知好多養生文章話蘋果皮有營養，唔應該削。但係你諗下，再多嘅營養都抵唔過農藥嘅危害啦。
特別係俾老人家同細路仔食嘅時候，削皮真係最簡單有效嘅方法。如果你堅持要食皮，咁就咁樣做：先用暖水沖洗蘋果，一路沖一路用手搓，將表面嘅蠟搓走，然後用牙刷刷下蘋果表面，特別係個凹入去嘅蒂位，嗰度最容易藏農藥。最後再用清水沖乾淨。仲有個小貼士，用鹽搓，將蘋果整濕之後撒啲鹽，用手搓幾下，鹽嘅粒子可以帶走表面嘅污糟嘢同農藥。第三位，提子。提子呢樣嘢，我每次買翻嚟都要洗好耐，因為佢真係好難洗。一串提子咁多粒，每粒都逼埋一齊，農藥噴上去之後，全部都卡晒喺提子之間嘅罅隙入邊。而且提子皮雖然睇落有一層，但其實都幾薄，農藥容易滲透。提子嘅農藥問題有幾嚴重？提子喺生長過程入邊好容易生病，霜霉病、白粉病、灰霉病，一唔小心成串提子就冇晒。而且提子都好惹蟲，好似蚜蟲、紅蜘蛛呢啲害蟲都特別中意提子，所以種提子嘅果農基本上隔幾日就要噴一次藥。我之前睇過一個提子園嘅紀錄片，由提子開花到採摘，起碼要打10幾次農藥。而且提子表面有層白白地嘅嘢，好多人以為係灰塵或者農藥，其實唔係，嗰啲叫做果粉，係提子自己分泌出嚟保護自己嘅。但問題係農藥都會黐喺呢啲果粉上邊。點樣洗提子先至乾淨？洗提子真係有技巧嘅，好多人一買翻嚟就成串掟落水，然後沖兩沖就算。呢個做法其實唔夠乾淨。正確嘅做法係咁：第一步，先用清水沖走表面啲明顯嘅塵；第二步，將提子一粒粒剪落嚟，留意係剪唔係拔，用剪刀喺果蒂位剪，留少少蒂喺提子上面。如果你直接掹個窿位一開，農藥就會由果度入到提子入邊。第三步，剪好晒之後，放入一盆清水，加2湯匙麵粉或者生粉。點解要加粉？因為粉有吸附作用，可以將農藥同埋污糟嘢吸出嚟。浸5分鐘左右。第四步，浸完之後，用手輕輕攪勻，你會見到個水變到好污糟，倒走啲水，再用清水過幾次，直至水清為止。有啲人中意用鹽水洗提子，其實都可以，但係麵粉水嘅效果會更加好。第四位，桃。桃呢種生果，我估好多香港人都幾中意食，特別係夏天，一個多汁嘅桃真係好消暑啊！但係桃嘅農藥殘留問題都唔容忽視。點解桃會有咁多農藥？首先，桃嘅表面有好多細細嘅絨毛，呢啲絨毛就好似一個個小鈎，農藥一噴上去就勾實晒，好難洗得甩。其次，桃樹好容易生病同惹蟲，桃樹會有褐腐病、細菌性穿孔病，又有蚜蟲、果蛾、紅蜘蛛等等。為咗保證收成，果農要定期噴藥，而且桃好易爛。為咗運輸同保存，有啲果農會喺桃未熟透之前就噴保鮮劑，所以有時你買翻嚟嘅桃表面會特別光滑靚仔，其實可能係噴咗嘢。點樣處理桃先至安全？最簡單嘅方法當然係削皮，但係桃皮同果肉好難分開，削起上嚟好浪費。所以最好嘅方法係徹底清洗。洗桃有個好用嘅方法，準備一盆清水，加1茶匙鹽同1茶匙梳打粉，
將圖放入去浸2到3分鐘，然後用手輕輕搓土嘅表面，你會發現啲絨毛好容易就搓得甩，最後用清水沖乾淨就得。仲有個方法，就係用啲粗糙嘅布或者海綿，輕輕擦圖嘅表面，都可以將啲絨毛同埋污糟嘢擦走。如果你買到啲進口圖，表面特別光滑，可能打咗蠟，咁就要用暖水沖洗，一路沖一路搓，將層蠟搓走。第5位，車厘子。車厘子喺香港好受歡迎，特別係啲靚靚嘅美國車厘子、澳洲車厘子，價錢貴到嚇死人，但都有好多人買。不過貴唔代表一定冇農藥。車厘子嘅農藥問題，車厘子係一種好嬌貴嘅生果，好容易裂果，好容易爛，而且車厘子特別招果蠅同其他害蟲。果蠅會將卵產喺車厘子入面，到你食嘅時候，可能都唔知入面有蟲。為咗防止呢啲問題，果農會用各種農藥，而且為咗保持車厘子嘅新鮮度，喺採摘之後都可能會噴保鮮劑。車厘子雖然有個蒂，但係農藥都會殘留喺果皮上邊，加上車厘子皮都係幾薄，農藥有可能滲入果肉。點樣洗車厘子？車厘子唔似提子咁難洗，但都要認真對待。方法係咁：第一步，將車厘子放入一個大碗，加入清水。第二步，加1湯匙梳打粉或者白醋，浸10分鐘左右。梳打粉同白醋都可以幫手分解農藥。第三步，用手輕輕攪動，令每粒車厘子都浸到。第四步，浸完之後倒走啲水，用流動嘅清水沖洗2、3次。第五步，食之前先摘走個蒂。有啲人會話車厘子好貴，應該唔會亂用農藥。其實唔係咁。反而因為車厘子矜貴，果農更加要用藥去保護佢，確保收成。所以貴唔等於冇農藥。第6位，燈籠椒、彩椒。燈籠椒有啲人叫佢做甜椒或者彩椒，紅色、黃色、綠色、橙色，睇落好靚好吸引，好多人中意用嚟煮餸，又或者整沙律。雖然燈籠椒喺植物學上屬於蔬菜，但佢嘅甜味同食法令好多人都當佢係生果咁食，特別係整果汁或者沙律嘅時候。燈籠椒係農藥殘留榜單嘅常客，佢表面雖然滑嘟嘟，睇落好乾淨，但其實好多時都有農藥殘留。燈籠椒生長期間會遇到好多病蟲害，好似蚜蟲啊、煙青蟲啊、白粉病等等。而且燈籠椒嘅生長期比較長，由種落去到收成要幾個月，期間要噴好多次藥。燈籠椒皮雖然睇落厚啲，但係農藥一樣會殘留喺表面，特別係個凹凸不平嘅蒂位，最容易藏污糟嘢。點樣清洗燈籠椒？清洗燈籠椒要特別注意個蒂位同埋入面嘅籽。第一步，用流動嘅清水沖洗表面。第二步，用手搓洗，特別係蒂位附近。第三步，切開燈籠椒，將入邊嘅籽同白色嘅膜清走，呢地方最容易藏農藥。第四步，再用清水沖洗切開咗嘅燈籠椒內部。如果你打算生食燈籠椒，例如整沙律，最好用梳打粉水浸一浸先。方法同之前講嘅一樣，一盤清水加1茶匙梳打粉，浸5到10分鐘，然後沖乾淨。講咗咁多，其實我唔係想嚇大家，而係想大家食得健康啲、安全啲。以下係幾個重點，大家記住。第一，唔好驚，
理性對待。雖然呢啲生果農藥殘留多，但唔代表完全唔可以食，只要識得處理，風險可以大大降低。第二，買嘅時候要精明，盡量揀有機認證嘅生果，雖然貴啲，但係安全好多。如果買唔起，成日買有機，起碼俾細路仔同老人家食嘅時候買有機。買本地當造嘅生果，通常用藥會少啲。唔好淨係睇外表，太完美嘅生果可能用咗更多農藥。第三，清洗要做足，唔好懶，買翻嚟一定要徹底清洗。可以用梳打粉水、鹽水、麵粉水，呢啲都有助於清除農藥。流動嘅清水沖洗係最基本，起碼要沖半分鐘。第四，適當嘅時候要削皮。雖然生果皮有營養，但如果擔心農藥，削皮係最保險嘅做法。特別係俾細路仔、孕婦、老人家食嘅時候，寧願削皮。第五，分散風險，唔好日日都食同一種生果，多啲變化，咁樣即使某種生果有農藥殘留，影響都會少啲。最後，保持正確嘅心態，食生果始終係健康嘅，唔好因為驚農藥就完全唔食生果。關鍵係要識得揀，識得洗。而且比起農藥，唔食生果對健康嘅影響可能更大。生果入邊嘅維他命、纖維、抗氧化物對我哋身體都好重要。好啦，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希望呢個視頻可以幫到大家，令大家食生果食得更加安心。如果你覺得有用，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分享俾你嘅屋企人朋友。我哋下次見，拜拜。